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利未记23章第1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22章第1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预备。牧师从小学就跑田径队，国中到高中也都分别参加了足球队、英式的橄榄球队rugby， 以及在学校也参加田径队的来跑100米。平常我们每一天一大清晨就要到学校练习体能，4层楼高的教学大楼都要跑个60圈来做体能的训练，然后就开始练橄榄球的技巧。这样的预备是为了要让自己有足够的体力以及技巧，在场上有好的表现。甚至在预备呢，是为了要赢得比赛。100米的短跑当然也需要有很好的体能训练。除此之外，比赛时裁判也会举着那个起跑枪，口中喊着各位预备，然后就鸣枪起跑比赛。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有好的表现，甚至是为了要赢得比赛。逾越节的预备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逾越那个杀长子之灾瘟疫的侵袭，是为了跟随上帝的人，相信上帝的人能够得到救恩。利未记23章第1节到第8节记载了上帝命令摩西宣布的节期。以色列人要预备守节，守安息日，要守逾越节，来纪念上帝的恩典。在经文这样子提到，上主吩咐摩西向以色列人民颁布有关宗教节期的条例，在节期里你们要聚集敬拜上主。一个礼拜有6天可以工作，但是第7天是神圣的安息日，你们必须休息。这一天不可做任何日常的工作，要聚集敬拜，无论你们住在哪里。安息日是属于上主的，你们要宣布下列日子为指定节日，敬拜上主。每年的正月14日，从黄昏开始就是上帝的逾越节。正月的15开始就是除酵节。7天里你们不可吃有酵的饼。这节期的第1天要聚集敬拜上主，不可做任何日常的工作。在这7天的期间，要天天向上主献火祭。第7天要在线聚集敬拜的上主，但是不可做任何日常的工作。同样的节期，到了新约的福音书却有不同的意义。一样是上帝所赐下的救恩，但那只代罪羔羊却是不同。耶稣基督要彼得跟约翰去预备守节的晚餐，但却是耶稣基督自己预备了迈向受难的路，成就了上帝的救恩的计划。路加福音22章第1节到13节这样记载，除酵节又称为逾越节的节期快到了，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因惧怕群众，就想法子秘密地杀害耶稣。那时候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，
犹大是耶稣基督12使徒之一。犹大去跟祭司长和圣殿的警卫官商量，要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他们很高兴，又答应给他钱。犹大同意了，开始找机会，在群众不注意的时候，把耶稣交给他们。除酵节期内，该宰逾越节的羔羊的日子到了。耶稣差派彼得和约翰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。他们就问：你要我们在什么地方预备呢？耶稣说：你们进城会遇见一个人拿着一瓶水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进去的那一座房子，问那家的主人说：老师问，他和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那间客房在哪里？他会带你们去看楼上一间布置好了的大房间，你们就在那里预备。他们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和耶稣所说的一样，他们就预备逾越节的晚餐。基督徒呢？今天我们在大灾节期期间预备了自己没有？我们是预备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成为生命的得胜者，还是我们仍然有着这个犹大的软弱，使耶稣基督继续受难呢？到底我们预备了什么？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上主啊，求你以慈爱待我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我的眼睛因哭泣红肿，身心也都衰残，愁苦耗尽了我的生命，忧伤缩短了我的岁月，患难使我衰弱，我的骨头都枯干了。所有的仇敌都戏弄我，左邻右舍都讥笑我，连那些知己的朋友也都怕我。他们在街上遇见我，就一一躲开。大家把我忘了，把我当作死了。我像是被丢弃的废物。我听见许多仇敌在窃窃私语，周围充满着恐怖。他们阴谋陷害我，要夺走我的生命。然而，上主啊，我信靠你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永远在你的看顾中。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迫害我的人。求你用慈爱待你的仆人，你有不变的爱，求你救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主的救恩，让我们预备领受主所预备的，预备我们自己，预备守主的节期，预备自己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成圣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